如果你為2025至26學年嘅主輪派位遞交咗申請，請務必喺下一週查看你嘅郵政信箱，以獲取派位通知信。從3月17號開始，參加主輪派位嘅家庭將會收到郵局發送嘅紙張派位通知信，同時你都可以喺你嘅家庭帳戶，亦即係 ParentVue 查看該通知信嘅電子版本。請仔細閱讀呢一份通知信。呢一部分將顯示你的孩子下學年被分配到嘅學校名稱、年級和課程，以及學校嘅地址。喺呢一部分，你可以查看你嘅孩子是否已被自動接受呢一間學校，或者是否需要你採取行動去接受或者拒絕呢一間學校嘅派位。如果你需要接受或拒絕派位，請務必喺3月27號或之前採取相應嘅行動。喺呢一部分，你將可以閱讀有關我哋新嘅自動等候名單流程嘅資訊。如果你嘅孩子未分配你嘅第一志願學校，你將需要登入你嘅家庭帳戶 ParentVue 去查看你喺每一間等候學校嘅排位。如果你需要了解有關接受學校派位嘅步驟，請立即使用屏幕上嘅鏈接或二維碼觀看我哋嘅影片。如果你需要協助登入 ParentVue，請撥打家庭資源熱線 Family Link 4153401716。要了解有關我哋嘅入學申請程序嘅更多資訊，請參加3月19號或者3月22號舉行嘅英文、西班牙文或者粵語線上講座會。你可以喺我哋嘅網頁 sfusd.edu/workshops 揾到更多詳細資訊和會議鏈接。你亦都可以直接使用屏幕上嘅鏈接或二維碼揾到相關資訊。當然，你可以隨時到訪或者致電我哋嘅辦公室。祝你下週好運！